主话先进有力个野人也，后进有力个君主也。如用是即我将先进。第二章，主话强我有定才者，该不及本也。这行干言宾主谦，念必有长江。言语在我主讲，正事念有贵路，文学自由之下。第三章。主话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有我言无所不言。第四章，主话后在民之谦，人不但有其父母坤地之言。第五章，南阳三秀别家，孔子以其兄之主册之。第六章，贵孔子问弟子，学为好客，孔子对话，有言回者好客，不行端明素义，今也即无。第七章，干言术，贵路清主之故，以为之功。主话在不在，亦各言其主也。你也是有关利无功，我不多行，以为之功。以我将大夫之后，不可多行也。第八章，干言术，主话以天上无，天上无。第九章，干言术，主客之动，强者话主动义，话有动好，非夫人之为动，是谁为？第十章，干言术，本人若何壮志，主话不可。本人何壮志，主话回也是有有父也，无不得是有主也。非我也，无二三主也。第一章，为了文书归心，主话必灵属人，恩灵属鬼，甘文书话必地心，焉地数。12章，民主是天，人人主也，主个行行如也，念有主控，侃侃如也，主道若有也不得其数前。13章，多人为中府，民主牵话。研究过如之何必改造？主话夫人不言，言必有用。14章，主话有之性，且为无道之文，文人不敬主龙。主话有也相当于地日无食也。
15章主讲文书有商也xuất hiện，主話書也過，商也不及。話簡直書如無，主話各有不見。16章貴是乎就講，日久也為之自念，離虎亦至。主話非我多也，小主兵過離講一刻也。章茶也古，心也高，書也撇，油也干。18章主話回也基數何如空，書不受命，離可實現，一節如中。19章主張文善人之道，主話不見節，亦不知無效。20章主話論讀是有，君主家好，適當家好。21章主羅文書行主話有乎行在主之可基文書行之，念有文書行主話文書行之。江西華云有也文書行主話有乎行在，有也文書行主話文書行之，切也歇。干文主話有也退，過進之，有也減進，過退之。22章主為有空，眼眼何主話我以汝為屬意，話主在回何甘樹。23章貴主前文中有研究，考為大神有主話我以主為義之本，情有求之本。所謂大神者，以德屬君，不可即止，今有求也，可為故神矣。哇！簡直將之者有，主話似乎無君，也不將也。24章主羅書諸歌為必在，主話即乎簡之主羅話有名人言，有下之言，何必圖書然何為行？主話是個惡夫人家。25章主羅正式念有公西華是做，主話以我一日中何你，不我意也。故實話不我知也，如協知你，即可以在主羅順利的對決，千乘之國，入何大國之間，假一以輸入，因之以基進，有也為之。必結3年，可是有用，請地方也
父子信子，求你何如？对话方670，自560，9日为止，第第3年考试足点，主记个个艺术君主，请你何如？对话非我定制，关学院，宗庙之术，主会堂，端江府关为小上宴。点你何如？高石溪见你，谢谢你作对话，以后三主家之县，主话何相好？一国人记一夜，话毛春家春好记成，官家5、6钱，当主6、7钱，一号期方号不无，应未归，夫子威然谈话，我有点也。三主家村正式号，正式话，夫三主家之言何如？主话一国言记之也，意义。话夫主何心有也？话为国以内其言不良，是个心志。以求即位邦也有安健方670，自560，是非邦也正，以直接回邦也有宗庙会堂，非诸侯离合，切也为一小，小灵为一代。